好来，乡亲啊，过来，这是咱的老百姓小小的福利。讲明年有希望会当来减税，明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可望调悬4000块，为88000调悬到92000。标准的扣除额甲薪资的扣除额嘛，拢会来做调整。以一个口啊4个人的双薪家庭来计算，上最会当省税14000块，单身的上班族嘛会当减纳5600块。国内疫情有靠回，国内外原物料又搁一日起带动物价指数冲悬。主计总处资料显示，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幅度是2.63%，这是8年半以来的一个新高点。咱甲全民分享，所以明年咱有这个减税的计划。明年基本上除了刚才今天报纸上出现的这个免税额扣除额的提高以外，所得基本的生活费也会跟着提高。其实综合所得税顶摆调整已经是2017年，不过4年来 CPI 起有较济，已经超过4%。所得税法规定爱调整，依照估计2022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可能调悬到92000，标准扣除额调悬到124000，薪资扣除额调悬到20万人。以相信4人家庭来算，上悬会使减税14400块，独身啊5000人。这么好的经济红利、经济成长，那应该把这个经济红利让全民共享。我们认为这个减税的幅度还是应该可以扩大。除了综合所得税，基本的生活费估计卖调整到122000，遗产税甲政府税免税额，有机会分别调悬到1332万甲244万，是讲实际数字嘛是要等财政部12月份公布，才会知影讲减税减偌济。